大家好，歡迎收睇理財有方。人民幣持續升值，似乎都係市場普遍嘅共識。投資者對人民幣相關嘅投資產品興趣都非常之大。所以我哋今日就請嚟香港投資基金公會主席吳家耀 Desmond 上嚟，同大家講講人民幣基金嘅特色㗎。Desmond 你好啊，主持你好。嗱，首先咧同大家釐清下啲概念先。究竟人民幣基金揸住嗰啲資產係咪一定係以人民幣計價㗎？咁其實咧，即係好多人都講到人民幣基金呢個項目啦，亦都而家市場都好流行啦。咁其實所謂人民幣基金咧，普遍嚟講咧係講以人民幣嚟做一個結算單位嘅基金。咁除非喺產品嘅銷售嘅文件裏邊有另類嘅安排啦，如果唔係嘅話咧，投資者喺購買基金嘅時候或者贖回基金嘅時候咧，都係以人民幣計價嘅。咁但係如果講到投資市場咧，就唔一定係投資喺國內市場，因為大家可能了解到就係而家咧，如果係中國嘅投資者喺國內投資 A 股市場，喺股票啊或者係國內債券市場咧，就冇任何嘅規限嘅。但係境外投資者，譬如香港嘅投資者要投資國內嘅市場咧，就要經過 QFII 嘅配額啦。咁所以如果呢個基金係冇 QFII 配額嘅話咧，就唔可以投資國內市場嘅。咁市場目前咧，大家見到尤其是過去1年咧，就有啲好流行嘅一啲投資工具叫做境外嘅人民幣嘅發行嘅債券。咁呢方面咧，喺呢個市場慢慢成熟嘅時候咧，亦都可以提供一個比較唔錯嘅投資嘅一個方案俾到投資者啦。嗱，而家市場其實就唔係咁多咧人民幣嘅產品嘅。究竟如果買一個人民幣基金，點樣做到即係分散個投資風險，同埋攞到佢即係合理嘅回報咧？咁其實即係第一點可以大家留意下就係即係基金嘅投資目標啦。咁其實基金投資啦，其中一個好大嘅好處咧，就係如果你可以透過一個單一嘅投資，咁但係咧就可以即係經過一個專業嘅基金經理人啦，就可以購買到一籃子嘅投資工具。咁當中可能有股票啊、有債券啊、有貨幣嘅投資。咁喺若干程度上咧，已經係可以有到一個分散風險嘅作用。咁但係話如果購買呢個人民幣嘅基金，會唔會有相對風險？其實都有嘅。咁第一就係即係呢個人民幣基金就唔等於存款啦，咁所以咧就冇保本嘅。咁亦都唔一定有派息。咁另外咧就係可能經過呢啲基金咧係會投資一啲衍生工具啦，或者經過 QF 去買國內市場。咁所以咧，相關嘅發行人嘅交易對手風險啦，或者違約風險都會有嘅。記得啱啱你有提過就話，即係人民幣基金未必一定係用人民幣計價嘅。究竟如果真係贖回嘅時候咧，唔係用人民幣，咁投資者咧會唔會事前知道㗎？咁其實咧就要睇翻嗰個基金嘅銷售說明書啦。咁其實咧每個基金嗰個架構都唔一樣。咁變咗有啲基金如果係人民幣基金，但係佢主要嘅投資唔係人民幣嘅產品嘅話咧，咁其實咧如果有好大嘅贖回，佢未必可以喺第一時間用到人民幣去俾到啲錢俾翻投資者嘅話咧，可能投資者係需要攞另外一啲貨幣去作為佢贖回嘅金額都唔一定。市場普遍亦都預期人民幣咧係持續升值嘅。究竟如果買呢個人民幣基金係咪真係必賺嘅咧？咁呢個就好難咁講嘅，因為雖然大家都覺得人民幣個價格可以一直長遠嚟講都係上升嘅趨勢啦，咁但係人民幣作為一個貨幣咧，同其他嘅貨幣咧，其實都有即係相同匯率嘅一個風險嘅，咁所以咧任何嘅貨幣都可能有升有跌，咁就算係人民幣持續上升都好啦，咁透過人民幣基金去購買嘅資產，可能係股票，可能係債券咧，亦都可能因為佢哋嘅價格下調咧，係影響到回報，咁所以投資者亦都需要留意一下啦。咁除咗係即係人民幣個匯率係有即係上升或者下跌，未必一定單邊升呢個風險存在之外，啱啱你都提過有啲嘅交易對手風險嘅。咁其實投資者係咪都喺嗰個即係買基金嗰陣時候個說明書度知道究竟佢投資裏邊嗰個項目係有啲咩咧？會唔會牽涉一啲衍生工具咧？係咁，其實係投資者喺每一次購買基金，無論係人民幣基金又好，或者其他嘅基金嘅種類都好啦，我哋都建議投資者可以盡量去參考下佢哋銷售文件，因為裏邊咧好清晰咁樣講到明咧，就係呢個基金投資嘅市場啦、收費方面啦，或者係佢投資方面會有啲乜嘢嘅投資嘅範疇，即係包括係股票啊、債券啊，同埋會唔會用到衍生工具。咁如果上述係有一啲地方投資者覺得可能風險係較高嘅話，唔係咁適合自己嘅話咧，可能就應該選購另外一啲基金啦。除咗一啲衍生工具，可能係呢啲人民幣基金咧係會投資嘅。啱啱你都講過啦，佢亦都會可能投資啲債券噶嘛。咁債券其實有分國家出嘅債券，亦都有企業嘅債券。呢啲人民幣基金會唔會篩選究竟我係買啲高風險債券咧，定話一啲低風險債券咧？咁唔同嘅基金咧，佢選擇投資亦都會唔一樣嘅。咁但係如果以即係而家暫時香港已經發行嘅離岸債券嚟講啦，咁目前呢個市場咧都慢慢係去擴大嘅。目前已經有超過350億人民幣咁大嘅市場。
場。咁隨住市場越嚟越大，咁越嚟越多啲離岸嘅債券喺香港發行咧，其實呢個市場我哋覺得長遠嚟講咧，係可以提供幾好嘅商機俾到投資者咯。好啊，咁今集唔該晒 Desmond 咧，幫我哋咁詳盡講咗人民幣基金嘅特色㗎啦。時間差唔多啦，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證監會規定喺2010年6月25號之後推出嘅新投資產品，就要提供一份產品資料概要，用淺白嘅文字咧列出產品嘅主要特點同埋風險。而已經發行咗又繼續公開發售嘅產品，就要喺2011年6月25號之前咧，亦都開始咧提供呢一份產品資料概要。